原来 M13还能这么玩！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新版本 FFAR1这把枪可谓是抢尽了风头啊。至于老牌 T0 M13的出场率却显得尤为尴尬。但是最近直播有很多兄弟想让我试试 M13，并且还给我推荐了一套银河顶级坤剑。用完之后，我的评价是经典速攻，首选 FFAR1，远处价点不妨试试 M13。你捡个蛋，对，圣诞局就不影响了。我忘了。掩护。哦，没有2个黑。有叫还有。只剩你一个了，反方这辆机小车准备就绪。我方电击小车已经出动，无人侦察机已就位。炸弹小飞机正在登陆。